我係倪珍莉醫生，係呼吸科嘅專科醫生。喺哮喘嚟講，喺香港咧都非常之普遍嘅，大概有5% 嘅大人啦，同埋10% 嘅小朋友都患上哮喘。咁哮喘咧其實係一個氣管敏感嘅疾病，當有致敏原吸入咗之後，就會令到氣管有發炎啦，跟住收縮，咁病人就會覺得有咳嗽啊、氣喘咁樣嘅情況噶啦。哮喘咧典型嘅病徵咧就係會長期咳嗽，甚至咧唞氣會開始嘻嘻聲啦，或者覺得氣喘嘅。通常呢啲病徵咧都會喺夜晚或者臨天光嘅時候，或者係轉季嘅時候，例如秋季入冬季咧就會特別明顯嘅。咁如果個哮喘係比較嚴重嘅話咧，病人會覺得唞氣好辛苦、胸口翳悶，甚至氣喘，或者最嚴重咧可以有生命危險嘅。哮喘咧係一個臨床嘅診斷嚟嘅，通常醫生咧會問一問病人有冇以上典型嘅哮喘病徵，例如長期咳嗽啊、有嘻嘻聲、氣喘啊咁樣。咁病人嚟講咧都可以做一個最高流速計嘅記錄，去睇下自己嗰個最高流速咧有冇喺夜晚或者臨天光嘅時候比較差嘅。另外都可以做一個肺功能嘅測試啦，咁就可以診斷到病人有冇哮喘嘅情況啦。哮喘嘅治療咧喺日常生活方面咧已經要有好多注意嘅事項噶啦。咁病人要避免一啲致敏原啦，最常見係一啲塵蟎、動物嘅毛髮、一啲花粉或者一啲吸入性嘅刺激物，例如香水啊、吸煙啊咁樣嘅。咁至於藥物嘅治療咧，就主要係吸入式嘅藥物啦。另外有啲口服嘅氣管擴張藥，嚴重嘅話咧可能要用到生物製劑。吸入式嘅藥物咧係哮喘治療當中最重要嘅藥物部分，通常有2類。第一類咧就係一啲預防性嘅藥物，第二類咧係啲舒緩性嘅藥物。第一類嚟講咧，通常我哋都會用一啲吸入式嘅類固醇，再加長效氣管擴張藥去俾病人服用嘅。通常病人咧都要每一日去使用，去減低哮喘病發嘅情況。目的咧就係減低氣管嘅發炎啦。咁令到病人當接觸到致敏原嘅時候咧，都唔會咁容易有哮喘嘅發作。另外，醫生咧都會叫病人用儲霧器，或者用完之後咧要多去啷口，去減低呢一啲副作用嘅。第二類藥物咧就係一啲舒緩性嘅藥物啦，就係當病人覺得氣喘或者咳嗽多咗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隨時用。呢一啲藥咧都係一啲快速嘅氣管擴張藥，就可以減低病人嘅不適。如果對哮喘治療咧有任何疑問，就可以隨時向你嘅醫生或者醫護人員查詢。